嘿，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介紹翻元朗站 Grand YOHO 一個三房套連工人套嘅單位俾大家睇。呢個單位市正實用，質素都幾高下嘅。咁事不宜遲，而家帶大家去睇樓。單位 size 788尺，係一個三房套連埋工人套嘅大積。咁咧單位入邊，望翻出去，咁咧係一個叫做正南嘅內園池景，可以睇翻入邊客飯廳非常分明。主人房咁咧，業主嗰度做晒啲入牆櫃啊嗰啲啦。另外，主人房套廁嗱，客房兩間，咁咧客廁呢個廚房啊，所有設施一應俱全啊。廚房都係面向正南山景，呢個位煮嘢食一流啊！